云南农业大学是差不多1985年就开始研究咖啡，然后的话，产业学院的话是去年6月4号成立，那么也是刚好赶上了那个习近平总书记是吧，也说了云南的咖啡是代表中国的，对，在国外也是受欢迎的。老师可能就是得请您就是说2句，然后请开一个豆是对，1985年，对，就开始研究咖啡。第一个话，你到了开始看，他就没有